先出来记得。请来做，阮感谢你。今仔日，阮搁再一摆会当到上你的身边，才会礼拜。帮助阮你的心帮助阮，阮的调理顺好，以及调整用的心，才会礼拜。阮来恳求你帮助你的罗宝，通过我的嘴遮所讲的，来正上你如何的旨意。通过讲甲听的人，拢得到利益，也得上帝你的心温甲祝福，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以在这里，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现在去，而且咱大家来大家学习，以及而且大家互相按一个勉励地方，就是保化吧，保化吧。咱就听着讲保化吧，咱会当想到伫1946到48迄个时阵，一首台湾足出名的流行的民谣。另外叫做保化吧，咱来较老岁，可能大家拢会晓唱；啊，若较少年岁，对咱民谣注意的人，可能还会晓唱保化吧。迄个时阵，拄拄1946，差不多到1948，国民党的政府整个大陆失去，去互共产党将占领了后，伊撤手来到台湾。伫迄个时阵，台湾出现一首保化网，这首保化网就是李林秋伊作词，王文芳来作曲的一首台湾民谣。但是李林秋伊写这个保化网，实在毋是讲看伊当时国家社会有真侪发票，来保化网。伊头伊的原意。是要来保爱情，伊家己本身的迄个破网，总是到伫迄个时阵，拄国民党撤手来到台湾的时阵，伊看见社会拢无一事，整个的政府甲社会拢无法治，后来发生一个228的事件。228事件发生了后的时阵，国民党的政府实行差不多全世界。上界长的这个戒严令，台湾进入到迄个白色的恐怖。迄个时阵，整个的台湾的社会、台湾百姓，人讲叫做敢怒不敢言，满帮的受气，总是无人敢讲。我记阮做囡仔的时阵吼，若是要讲一个什么时阵吼，袂有谁甲阮禁止。伫迄个时阵呢，应该是上界有社会道德、公正、良心的这个文化的工作者。伫迄个时阵，因嘛差不多，哪才能严格角伊毋敢提，毋敢叫出声。所以整个的社会差不多已经到伫一种安尼烂糊糊、化糊糊的迄种的状况。后来李林秋才想着讲，安尼我写一首保破网，本来是要保这个爱情的破网的时阵，真适合伫今仔日的社会。迄个保破网安怎唱？迄个保化网就是安尼讲，看着网目眶红，哇，甲食大汤。想要保伊无半项，啥人知阮心苦痛？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无希望。为着前途将花怕，找历史来保化网。其实是啥？咱是遮个呢？高其实是啥？在家具顶，其实咱台湾人讲，其实是家具，毋是家具来器具啦，工具配做其实所以找其实来保护吧。咱遮个卡拉 OK 也是对台湾了处理，是啥物人会晓唱？为通你晓唱袂？可以吗？来唱看嘛，来看无？我不要。来，你唱看看你来。什么人会晓唱？韩国、台湾中
大家他们站起来嘛。来，睡觉才来听。你话水啊吧？这是讲话拍啊，是讲你打打拳。唱的人的歌声叫较水，诠释迄个歌的感情，来讲一个真正的同理心的一个感受。我看嘛，过年前暝，当咱去读先理医学结书的迄个时阵老革命这书家你甲咱读较就有感情的。我能看到的当时的迄个2000多年前的迄个先理医学的时代，当时国家的政府，当时的社会，当时甚至宗教的内面，以及整个医学的时代的迄个百姓的迄个经验。咱听咱今仔日台湾的社会，台湾的政府以及做教会的迄个内部小小的迄个做破解。咱这破解，咱听今仔日的这个时代时阵，咱唔知人来呼应上帝讲，我要伫迄个破解的时阵，要找一个来踢破解，要找一个人来补破吧，出有人。我哋姊妹，甚至伫家庭中间冒做一个破解，咱会法度通来做伫迄个家庭的中间，接做一个来补迄个家庭的破解甲破解。咱今仔日遮，咱三个来学习一个。我伫遮在先来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做恩尼高登，伊写一本最出名的册叫做《贵河大桥的新家》，贵河大桥的神迹。这个贵河大桥的神迹呢，后来伊刚才用迄个贵河大桥有拍一片电影，最出名的金像奖的电影。我世界最出名的遮个查甫的影星差不多参加迄个演出贵河大桥。有当时咱来看主要看迄个电视的迄个电视长片，抑搁有当时会大概播出来。咱看着讲贵河大桥，咱来看，不止真感动人的一片电影。当恩尼高登伊写这个贵河大桥一新了，伊目的太要变的，其中讲到着，其中有一个英国的军人叫做弗朗格伦斯。这个弗朗格伦斯，当时咱知老苗一代拢是英国的殖民地。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后来老苗去了日本占据。日本占据，当时这个英国镇守伫老苗的遐个兵拢真做日本的这个俘虏，也是要关的这个作用尔。然后日本政府要伫这个老苗的丛林底下做一条铁路，叫做贵河大桥。这工人要去代替，工人就是对因受了的遮英国兵伫中央遐英国兵来起造这个贵河大桥。伫起造贵河大桥的中间，当然用日本的军官伫来管理。日本的这军官这日本兵咧管理这受了的英国兵咧，是非常野蛮非常的粗鲁。有一摆，这英国兵去到伫迄个贵河
来叫个工地伫遐要收工，防要收工倒转来，啊，防要收工倒转来，因所掠的遐猪头骨啊，或者铲子吼，啊一边尖的，啊一边迄落讲安扁扁的骨的，啊一边啊像安尼拖起安尼，拢爱收倒转来，啊点算讲看点啊无点。等到迄个检查站的时阵，遐个猪头骨啊，安尼点算，忽然间我感觉讲，哎，点一支，哇！迄个日本的军官伊非常的生气，伊遐看啥物人遐来，啥物人暗干起来，拢点点。迄个时阵，即个日本的军官一支底枪掠起来，毋过我对头一个，对头一个，啊看啥物人，看要讲也毋讲。迄个时阵，迄个底枪直接对第一个开始甲要甲拍去的时阵，其中一个人抓起来，甲手讲我惨诶。迄个时阵，即个日本的军官非常的大手气，将伊的底枪插落地后，掠一个骨仔，安尼直直猫对头壳、对胸口、对骹、对手，安尼直直猫，猫甲头壳猫，身躯骹手指，把规身躯拢打过，抓起描死。而且英国兵看着影片，当然叫迄日本军官拍死了，点啊将伊的尸体甲卷起来，由人去警队引到地基检查站。等点到地基检查站的时阵，因为那个点算一摆，遐个功夫遐个死，点，完全属于法律点到尾时阵，一个都无点，所以伫迄个时阵，原来就是第一个检查站点算了着毋对去。迄个时阵，才英国的兵啊，才知影讲啊，当时因即个同仁，即个芙蓉啊，劳伦斯，就是为着要救因家己本身的性命，甘愿本身出来徛伫因家己本兵的中间来救着因的性命。本来即英国兵啊，伫迄个集中营的时阵呢，因就讲什么时阵要死，啊若无家己本身顾性命。安尼袂用去，所以真侪人拢真自私。总是当看到即个芙蓉格伦斯献起伊的性命来救因大家的时阵呢，因拍破着每一人的自私，大家拢三心三意，真团结，三角。后来美军攻占着南洋一带的时阵，日本战败，啊，美军偷放着即个受了的集中营，或者英国兵啊。伫迄个时阵，即个战争结束了后，即个英国兵，大家已经安尼散甲差不多拢拿像安尼高大的骨头一半样。即个英国兵对待着系因即个日本人，即个日本的军官、日本的军队咧，有甲保护无？因无保护。因讲一句话，因讲对待以后，无再挽回；对待以后，无再台啦。那现在。上界需要的是什么？现在上界需要是人甲人中间的交涉，人甲人中间的相遇。过年前暝，我来讲这个故事。伫迄个英国兵啊，甲日本兵的中间的时阵，毋是有一个真大的破险。迄个破险若无有人起来杀的时阵，遐英国伫集中营的遮受了的遮英国兵啊，毋知死偌济。毋知要死偌济，伫迄个日本军官的手枪的下面，总是这个芙蓉格伦斯伊甘愿牺牲家本身来赚迄个活起来。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先知以西结，先知以西结是啥物人？先知以西结就是伫迄个以色列，阮这两个国家北平，这个北以色列已经伫主前720几年已经亡国，啊，剩一个是南犹大。咱南犹大伫亡国以前的5年前，先知以西结才受了来做上帝先知。啊，迄个时阵是已经末代皇帝西底家，南犹大的末代吼，上帝的百姓，犹大国家的末代皇帝是西底家。啊，末代皇帝以前有一个皇帝，末代第2任的皇帝叫做约雅斤。哎，这人这君王拢非常歹。啊，约雅斤伊做王做偌济？做3个月尔。做3个月就当时巴比伦王伊国加尼赛，甲掠去到巴比伦。先伫迄个时阵，拄亡国前的11年。啊，亡国前的11年，伊
先帝永安紧受了，真济只王亲贵族拢受了，以色列伊本来就是一个贵族，伊原受了，去到伫巴比伦的即个加巴鲁的河边，伫迄个所在。那6年后，先帝以色列上帝话临到伫伊，互了伊来做上帝的国，做上帝的先帝。迄个时阵是5国前5年。迄个时阵的5国前5年呢，整个无论是伫耶路撒冷，还是伫犹太即个国家的王国，差不多乱战草，政府摆过一大堆，宗教咧，遐先知祭司咱即个所发着的遐咧，遐先知甲祭司嘛无守宗教应该的上帝交代因的，拢无一分分。社会好野人欺负怂恿人，抢劫害人，绑去一大堆，先知意思去受了，上帝甲因讲。国家社会甲百姓中间破隙遮尔大，我竟然伫恁个中间找无一个要来偷破起来。所以上帝讲我要大受气，到上帝大受气，迄个时阵呢，因为先第一世界受掉迄个时阵，即个国家伫亡国前的5年呢，迄5年是国家存亡的最后的关头，总是还佫无人要来偷刮起来。到尾5年后，到3年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攻破了后，伫遐即个国家就要永远对即个世间条灭无，灭无偌久，灭无2000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迄个时阵，以色列即个国家才复国。为你怎么？当上帝受气唔插伊迄个时阵，你若想，迄个凄惨到偌尔大，迄个破网若无补，就历史到整个社会国家伫遐。的存亡全灭无去，2000多年做人亡国度，历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甲看，无国家你敢保护伊犹太人，德国希特勒开始几百万，600号，那还是200万，600万，对啦，你来看，无国家你敢保护，迄个破网无塌起来，是定然互德国希特勒伫遐，开始遐尼做啦。咱管的真诶，所以咱因为就在迄只要来参加即个补破网。头一项咱来思考，就是当伊先伫以色列，伊虽然受了伫迄个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然后伊回想到伫因的祖国犹太迄个所在，耶路撒冷迄个所在，迄个国家社会、教会甲百姓的中间的迄个破隙，到偌尔大，上帝甲先伫以色列讲。讲你去甲以色列人讲，我要大受气。啥物要大受气？迄时阵头一项，伫百姓中间下底头人政治领袖、国家的政府，整个大家拢哪参像遥遥一西唔好，要吞食因所抢的米。所以当时会遮政府的官员甲百姓中间的领袖，因杀害因的百姓。抢百姓的财物，互因的国家真多的遮的上万人，个人怎么？2000多年前，犹太这个国家是安尼。咱想到今仔日，咱的国家，毋知有类似啊？大姑、大姑，阿嬷，咱来看见迄油头机，安尼过来愈落去，慢慢，要采收，伫遮地方很拢。妈来就是迄个厝，政府，互咱有迄个机制，徛起甲土地的迄个管理，总是用行政法来搞的。讲即个土地我要爱，你的水管能够好，咱看美俄市，政府安怎你甲百姓享受土地，你保护财团？咱看桃园的韩风城。嘛是有人咧自杀，因百姓重视讲，这个土地我要爱。政府征收这土地咧，拢去互财团，财团一定好食。这个财团有你各党的百姓无？来看注意的看，整个台湾的土地受吞达到偌济？咱看鼎新的集团抢夺台湾百姓的金钱偌济？政府毋敢办，办迄个洗卡的大土，大土哪袂洗卡啦？过年前的今日台湾的社会就是安尼。咱去看当时的宗教，咱对着说到的圣经，
老见面就做咱讲，当时先知当时这时都无照上帝规定伫遐哩持守宗教的律法，拢无出来上帝百姓伫遐真真正正来一心敬拜上帝，因宣扬上帝各意向甲各的旨意，先知甲这时咧圣的，甲俗甲迄俗。甲要圣俗不分，亵渎这物件，看见礼拜日，看见按标志，拢无一不分。一般百姓看见当时的政府甲当时的宗教，遮尔啊混乱，破起遐尼大，日头赤影影，虽然过性命，所以当时的百姓，煞大家拢毋敢伫遐来关心别人。大家拢手过家己，所以伫社会中，咱有做这手段，有做这企业，有做这学校，越派爽中人，侵占出别人的权益。过年你怎么？这破起啊！上帝竟然讲，我伫这个整个国家，我找无一个人，有迄个勇气，有迄个正义感，来徛伫这个破起中间，来保这个破网。敢无？因为有。当时有一寡有正义、明理、甲明真理的人，但这人虽然因为正义甲明真理，总是敢怒不敢言，明哲保身。所以这人呢，唔敢轻声出来讲，我要来甲破起，我要来保破网。因不就是讲做啥？讲做当时正义甲真理的温书啦，温书对人有帮助无？无帮助。所以呢，面对着国家的这个破片，相对真理的温书，对整个社会、对整个百姓并无帮助。所以我有当时常常会讲，沉默是啥？沉默就是邪恶的最佳道理。沉默，我拢唔敢，我唔爱讲，我明知影，总我唔爱讲。我即是啦，我明哲保身，所以沉默就是让去消傲。就是不公不义的好朋友，当时国家、当时社会、当时的教会，就是这种的悲哀。讲到这个时阵，我想到当时是中国的历史啦吼。我最爱讲中国历史，含咱大的。但是啦，虽然有小可有牵连着，所以我爱讲迄是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有一个有一个国家叫做晋帝国，晋国。有一个叫做王武灭，这个王武灭佢写一本书叫做《高士传》和《歌书传》。而这个《歌书传》讲到的建国时代，楚国一个最出名的人屈原，安尼咱大家拢知影屈原，屈原。屈原呢，伫这个楚怀王的时阵，伊做官做真大，做三闾大夫。这个三闾大夫呢，总是伫东尧中间的后来。大家伫遐安尼挑拨离间，历史教叫楚怀王来编辑。编辑了后，这个屈原伊安尼带出无聊，写一个最出名叫做《离骚》。离骚，这咱就知影《离骚》伫中国历史是最出名。总是伊若讲《离骚》会当感动着当时的楚怀王，有无？无。反转去互伊对敌甲陷害，至少去互皇帝甲放逐到去江南。当伊安尼受放逐到去江南的时阵呢，哇！屈原伊当然真识字啊！真识字的时阵伊就常常伫迄个汨罗江吼，汨罗江迄所在，伫遐家己一个手拿咧共人头咧带，安尼共人说共人行，伫迄个汨罗江迄所在，有当时个唉声叹气啦。喙咧咧，甲念，身那咧念诗，总是听起来有哪像咧啼哭。有当时仰天长啸，咻，安尼可以是足大声来发泄伊心内的迄种不知唔愿定定。第四靠伫迄个所在，而且百姓来说讲，咱即个所在吼，有一个对外地来的一个小人。但是佢伫迄个汨罗江的所在，带遐咧念东念西，无去带哭啦，带创啥话啦，大家拢想讲，迄对外地来的一个疯子，一个小人。总到一日，屈原伊伫迄个所在，跟咧安尼夹咧咧念，有一个渔翁
看到伊，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看到这个课文，你家毋是三闾大夫嘛？啊，你今是哪海流浪落去到伫这个所在啊？结果课文无改变，伊继续伫遐，然后行来那里了，继续行淫，啊，然后讲，伊变安怎？讲古世独乐我独清，正人该罪我独省。讲举数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个世间落日日啦，啊，毋过我真清，我是清明。啊，大家拢咧醉啦，啊，我无醉，我真清醒。啊，这个渔翁听到的时阵吼，伊足受气的。伊来讲，伊这是叫做啥物圣贤啊？伊来讲，古世混浊，啊，古世混浊，你也来澄清啊？啊，正人该罪，你还有正人该请啊？你讲我这你圣贤，哈？哦，迄个渔翁真无客气，啊，受气，大声就来讲。你啊，你这叫做独善其身啦，你叫做自私啦。你要有资格通伫这个所在偷窥，你要有资格通伫这个所在仰天长啸。迄个渔翁就不适宜，就安尼甲教了。当个人的行为是先伫意识给你失败，上帝甲先伫意识讲，你去甲我的百姓讲，因为破壳遮尔啊济，竟然我人勇敢找无一个要破壳。我竟然勇敢找无一个要来补破网的人，所以就是讲，我无怀疑，我要受气，我无怀疑。那个人的行为是，所以无怪后来先伫以色列，甲犹太这国家去，啊，因按照亡国以前受了到迄个巴比伦的时阵咧，因伫咧怨叹啊，因伫咧怨叹，咱来看诗篇吼137篇，迄就是因咧哀叹的一个一首诗。伊讲我坐伫加巴，迄个巴比伦加巴路的河边，啊，我就一个想起阮的故乡石安，我目屎就流。所以，阮将阮的话腔甲吊伫迄个柳树顶，因为阮伫即个异乡异国的所在，阮哪有也有法度通唱俄勒耶和华的歌，我会唱的。所以，今仔日国家的破壳。社会的破壳，教会破壳，家庭的破壳，若无来好好来保护的时阵，咱要安怎伫这个世间存在过一个平安、幸福、快乐的日子？这面对你们好好来思考。今咱的国家破壳偌大，我印象一个非常深的管中闵。立法委员讲要将伊40几万的迄个年终的奖金给删掉，哈！爷们看，爷们，还无看你敢来？伊讲恁别甲看40万无才敢来啦。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好一个做大官的人，好夜到讲40万，伊看无才敢来，要写做去写。看你清楚，别人的国家有破壳，所以。有人咧写种方式，迄个网友咱来看看网友就会，啊，讲总统治国无看过台湾经济偌好，啊，台湾今仔伫即个社会，啊，我内面正是律师，啊，我内面正是公律师，咱毋通干那讲政府啦，啊，伫咱的社会，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家庭有做这个看起啊个，啊，咱好来思考，总是，咱的即个免做吧，咱免做吧。因为主耶稣基督伊是专门去保护人的世咱的救主。伫耶稣迄3年的传道生涯的中间，伊是专门去保护人。咱看伊安怎保当时的这个国家破壳，当伊看见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时阵呢，耶稣伫遐甲因警醒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偌济摆爱阿念参将结果阿爷嘅嘅，偌济咧。耶稣要甲保破壳，总是当时政府回报，第4到之后70年，耶路撒冷搁在一摆罗马将军伫遐受公化，圣殿伫遐受毁咧，到无一个石头3塔。因为安尼，主要说嘛，你他当时政府破壳，
伊知影当时希王统治伊即个派对，看起遐尼大的时阵，所以耶稣甲惊，耶稣甲面希王面使，讲伊即只老狐狸啊，咱来看啥？看罗高音这三句，31甲32。耶稣面希王讲老狐狸，即点是你家警醒。哪有尔呢？咱看当时的宗教有偌尼侪破坏。当主耶稣去到来到底，还无使用圣殿的迄个时阵，伊真生气，伊摕迄个丝啊摕做鞭底下，将圣殿内面的遐不法不义的人，甲伊讲，甲伊拍，讲即个是上帝祈祷的厝，恁竟然互伊遮济插手。宗教为了偌济破坏，耶稣伫遐要来保护。咱个人如果个人嘛有侪破坏，咱看迄老十几年有一单，伊财产为着你。拢无安尼开到无法理，耶稣真教，耶稣家无跑啦。伊讲查某囝，你的手就你这里安心。咱看迄个歪哥，亚里哥的迄个丘用的三界，伊甲百姓不晓偌济，总是当伊面对着主耶稣基督时阵，伊觉醒。当时犹太百姓拢讲即个十界是卖国节啦。是一个歪哥贪官污吏，一个美国菜，总是当伊觉醒了后，伊讲主啊，我过去人歹，我拢受过伊，啊，我所有的就讲要来真正所用啦。耶稣讲好，就来拯救到这个家，耶稣太平关了。咱看当时，一支手甲来举别人的唔对，而且犹太群众掠着迄个做歹代的负责人。问耶稣先生，即个人当中有哪点着？爱活我用舌头来禁信，若是你讲要怎样办理？所以耶稣点点来唤醒遐人的用力。后来耶稣来讲，恁中间什么人无罪，就通百姓提酒头啦，对无是？叫醒着当时，遐个来看别人目嘿，目睭来擦油，啊无想到家己本身嘛是老有影擦，叫醒着因的用力，大家听见耶稣讲，恁中间什么人若无罪，恁通改成是，遐人偏啊讲就是这个油啊无关的。耶稣伫遐徛伫迄个有人犹太百姓，迄是犹太百姓的中间，来保护破网的迄个话。各位姊妹，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一个专门咧读破帖，专门是咧补破网的一个人。当耶稣这种，假设世界人来救主，伊嘛当做一个真水，一个卡在了不能受。世间搞有一个真出名的艺术家，叫做索罗拉，这个人，伊画一幅真感动人的图画。啊，这幅感动人的图画就是伊画一个传教者，伊面对着一群真受气条，棍打牙锤牙鞭夹铁一头，要顶迄个传教者后壁的一寡遮个泰国名人。因为古早时代，较早时代，若犯着即个麻风病啊，即嘛说汉什么病啊？汉生病号对，咱较早就泰国哦。所以，遐个人摕棍刀、摕规、摕镖、摕一头，要去拍伊迄个传教者后壁迄群的泰国名人。总是传教者真严肃，手也管来动下来。伊要来趁即个互人伤害，而且泰国国家看起。这同样就是徛迄个正常健康的人，甲这毛病人的中间，担任什么？担任那个人肉盾牌。怪你真美，所以一个有远见、一个勇敢，啊，阁有疼心的人，伊愿意啥？伊愿意为着人来徛伫迄个讲叫做鸿沟。还是讲迄个化解的所在，主要所基督，伊伫即个世界就是永远徛伫人甲人，啊，甲社会、甲国家迄个鸿沟、迄个化解的所在，来去突破掉，啊，来去无破人。
伊哪参着阮安尼甲咱讲，恁拢来徛到后壁。所有一切伤害，所有一切软的，所有一切对恁安尼无好的嘢，我完全替你吸收，我绝对袂伤害。耶稣就是你做即种脱破屉的代志。耶稣就是专门做即种脱国家、脱社会、脱教会、脱家庭、脱个人的迄个破屉啊，保破网的即个代志。咱讲到遮个时阵，怪人真诶，今仔日。上帝通过先知意思个，我要伫百姓中间找看有一个要来突破屉、要来破网的啊，无，即句话点是哪里解嘛？当时犹太这个国家，因个国家的领袖，因为宗教的先知甲祭司，以及因百姓中间一切老大，先知是讲，就是讲因遮人参像迄个咆哮的山。一个嘴开哈哈，入去食因所落去的物。因只有关心因家己本身的关系，因只有关心因家己本身的财富，总是上帝找无一个愿意为着当时才受苦百姓来遮做来演绎。看你认为，今咱的国家敢是安尼？咱的国家敢是安尼？监察院，讲咧监察党整个或者贪官污吏时阵，你来看，连2摆，拢无过。咱你会知我咧讲啥物啦？连监察院正做啥物话，正做国家最后一个首富者的时阵，已经都无迄个道理。看你怎问？总是若安尼时阵，咱做一个。现时代徛起即个国家社会即个百姓的时阵，咱要安怎？所以百姓也无较清，也是今仔日教会，咱看见教会嘛是和国家社会有真正化起。今仔日咱台湾的宗教，我是来讲小可甘心啦，等于啥？因为国家已经拢还没准备交流啊，所以拢差不多统一，国家已经统一起啊。啊，基督教咧，基督教统一去无？基督教有呢？为什么外教派已经安尼就统一起啊呢？安尼时阵，咱台湾400年来时阵，拢讲这道是比较关键到底哪里？咱将来咱的健康健康的转。所以这个破起来，咱也无好法谈。咱的政府今仔日。伊个咧中伊家己本身的地位甲关键，中伊家己本身的，政府讲，我要拼经济，今年我要专业来拼经济。无当前做总统时阵，我要推2633，啊，这个机票，跳票。第2年，伊嘛讲我要专业拼经济，啊嘛无。第3年、第4年、第5年到，今年，伊讲今日政府拢要全部专业来拼经济，结果。网友讲，伊要拼经济，就拼伊家己本身家己啊经济啦。因为伊一个月的薪水40几万，40个万啊偌济，啊伊的家庭佮跳1万出来，伊惊死个手，跳2万。啊，所以个人的情面，一种情形的里面，啊，咱的教会嘛是已经伊含义平了，差不多拢伫咧是统一。这种台湾的社会化起来，啊，引起到当咱的社会的这种经济的动乱，伫这种情形里面，啊，咱的家庭嘛有迄个社会变迁的一个化起来。咱过年之内，咱要安怎来看化起来？这是一个真大一个课题。最后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咱大家参考来学习。英国有一个真出名的邮政大臣，叫做亨利·佛西达。这个亨利·佛西达，伊是英国出名的国会议员之一。后来伫英国的一个首相叫做格兰斯顿，这个格兰斯顿伊做英国首相的时阵嘿，伊提发这个啥？伊叫这个亨利·佛西达来做英国的这个邮政大臣，邮政大使。
当时英国的邮政吼，管理到啥因的邮件甲因的电信。啊，所以亨利·福斯达伊对英国的邮政啊，甲迄落讲电信贡献相当大。不过，伊有真悲惨的迄个身世哦，因为伊是一个完全青年的一个人哦，一个完全青年的人，伊会当诚做英国的国会议员，更诚做英国邮政大使。原来伊20岁时阵，即摆因老爸讲。亨利讲，亨利，来，咱两个弟仔囝，咱来做一个较亲密的迄落讲起吼。爸爸带你咱来狩猎，因爸爸带伊出去跑啦。啊，你狩猎勇敢的，因为你狩猎吼，你拍那拢掠来步枪，啊，因爸爸就去来步枪，亲自就过来。忽然间，你迄无注意中间，你去来步枪看走诶，咻就崩去，崩去对去，崩去伊家己后生，迄个20岁后生，亨利不是来的，倒挂落去。啊！即青年人怎偏个话倒去，啊，规面带一个差不多啦，佮甲再救我，毋过救我诶，规面两受损伤，目睭大青个，哇！即个代志你甲想，伊即个家庭中间造成偌大一个破灭，所以因老爸良心自责几来摆，拢要去自杀。啊！即个青年人咧，即个亨利·福斯达咧。伊就讲我是一个英俊、一个健康、一个活泼的青年。我是一个大学生，啊，我就能够等读册啊。老爸想要自杀，啊，伊嘛无想要我。总是有一日，这个行业有一单，伊无意中听见因老爸的房间，哭甲足惨脆，哭甲非常的绝望，哭甲妈妈叫，因为良心自责。反正我是来听见爸爸哭到迄个伤心，哭到迄个惨水时，伊插一条。我老爸即个安慰，我人生的见我老爸的安尼面子，即个家庭会怎破碎？所以好你是，即个不是拿去个爸爸讲，爸爸，你免感高兴。一切拢会变到清，一切拢变到清。哎，你免感高兴。我要改变我读册，啊，你是要读册？伊讲无要紧，我吼等伊读，啊，我叫我的同学吼，因先读我听，啊，我要去学迄个盲人点字的即个点字的，我要去学即个，啊，伊怎开始？哎，爸爸安慰，讲我绝对唔读册。结果伊甲爸爸讲了吼，伊实在要甲安慰爸爸那尔啦。所以你要安尼，恁爸爸你家己本身无做一个，无安尼是个爸爸嘛会感觉啦，因为爸爸有目睭去看，啊伊种，我来讲，咱搁再来讲，低薪，毋过伫种低薪的移民呢，伊安尼去行，安尼去做，所改变伊家己本身，真正就等于读册，啊，拜托伊的同学读互伊听，啊，家己去学点字，到尾啊，伊讲得真好，到尾啊。伊伫遐受选来接个英国国会议员，啊，到尾啊，互英国的首相格兰斯顿啊，我请伊出来做邮政大使。伫英国的邮政甲电信，真济制度，真济拢伫伊的手中建立起来。过年真诶，即个破坏家庭，即个破坏感就真大。啊，即个方面福斯达伊家己本身个人迄个破坏减负是真大坑。啊，因老爸迄种无意中将家己的后生安尼救一个，来即个老母枪来走尾时阵，后生比较一个前面人，因老爸迄个良心自责，迄个破坏减负是无得弥补。即个破坏啥物人给你弥补？毋是对因老爸，是方面福斯达，总是跟伊讲，伊要来开出来破坏。因为保即个破亡时阵，伊保着伊家己本身的破亡，伊保着因老爸的破亡，伊保着即个家庭面临到伫好事的迄个破亡。过日真诶，咱莫讲甲真深真远，莫讲甲比国家，咱的教会个，我毋知咱的教会我入去已经10多年，毋知有啥物破条无？咱的会友咱的姊妹，啊，咱的兄弟，咱大家去做医生去诊断啦。对不对？好，莫阁讲到教会，咱家己本身会家庭。
你要好好检视，爱好啊去诊断讲，伊我家庭状态看起来无，若有，我爱摕家私来占大拍，将这个家庭给看到，你个人哦，咱嘛爱摕家私来保咱家己个人的迄个。当时你啉酒，你写这个报告网，伊想到啥？渔网叫做希望，啊希望嘛是希望，对不对？所以用迄个写纸甲转到倒来讲，啊报告网来报答的迄个希望。可能写出一个有前途的，我很奇怪，我想不了咱今仔日通过这个case，咱若是办，互咱有智慧，互咱有勇气。互咱有耐心，互咱有理智，咱家己大家来补考，好唔好？唔好，打个问掉。好唔好？好。这个问题交给你，这个可以吗？好，咱大家记得。再一位兄弟，我感谢你，你的心放在我。阮通过今早起你外面的真理的学习，阮毋是干来讲做一个明哲保身的一个人，因为阮知影，阮若沉默，阮若点点，就是讲做不公不义的。为着阮的国家，为着阮的社会，甲为着阮的教会，甲阮的家庭，阮愿意